在法国海地喜剧的艺术家池松丰族，今年5月底接受台湾好基金会的邀请，回到伊的家乡池松驻村创作，也是伊头一摆回到家乡创作。每喺3年来，台湾好基金会邀请去池松驻村的第8代艺术家，也多年来池松的各个社团一直希望透过艺术人文来提升生活素质，透过艺文单位同财体合作来带动。经过的10年，池松加入风格建设和个公共空间改变呢，乡亲希望池松的声音呢，是在喺有美好的环境当中成长。有海岸山脉太平洋的溪流，又有中央山脉、南方新武里海山脉的山峰，池松的供养变化就很那丰富诶。农民3万个在比南海打出来的平洋风，讲出来秋树冬虫的四季变化。在这个稻田里面，就是有那种芬芳的味道，而且很放松，尤其是在这个因为。我们画图会选择在早上或者是黄昏的时候画，它的颜色啊、色彩会比较饱和、比较丰富，而且在这个乡野里面，除了鸟叫声、虫鸣鸟叫，然后还有狗吠声之外，就很宁静，尤其是在这个乡下的乡下。池松丰族是一定有名，是在法国的画家，亦是许多南太平洋、非洲、亚马逊丛林也都部落去旅行创作。规个地球作为办个人，今年5月底，佢接受台湾好基金会邀请，回到其他家乡池松来驻村创作。伊讲，佢将规划来的时间并冇按顺而默默嘅。对这画布也是想了很久，望了很久，然后就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就选了一个颜色，就打了底，喷了水，然后就对着它望了想一想说，就想我们池上有什么？无出乱乱，其实你变判。明年的5、6月呢，就是池松的末的动爱出没浪花桥头到青黄河谷的时节。池松丰族次年底就用无言的48节的变化来做题材，记录家乡的土地。5月底6月初这个时间，就是稻米它渐渐正在开花。他们台语长辈他们讲说叫朗灰啊，所以我就画了这个有点像成熟的那个稻穗正在开花的弄花的一个作品这样子，然后是用比较清爽的蓝色。然后再来完成的是这一幅就是大家看颜色就是秋收嘛，秋收的季节，然后就是好像稻浪风吹拂，然后有好像带动一点那个生气风的那个运转一样，风吹拂着稻子，然后它会产生的那个律动的线条。按特别调的池松长有的色，这个底下的颜色呢，是我特别仔细调了这个颜色。这是那个稻田里的颜色，为什么会是这个颜色？因为我们池上这边都是新武里溪中央山脉下来的那个水，然后它的水是带有那个像那个漏沟霾，浊灰灰的。我这是在画那个火山稻田，火烧。然后我这角度是以从上空俯瞰下来，好像稻田烧的那个效果，还有线条。然后我就用那个粘着剂、增厚剂，用甩的，然后让它自然，好像有力量这样炸开的那个效果。这些时节对家乡土地、农事地都记得的东西，就是野摆驻村创作的养分。时间多的，很多的想法就会一下对头脑地都爆出来，别拿起来就停下来耶。很多创作是来自于小时候的成长背景，因为就每一个人的成长，这都是没有办法复制的。你要怎么样，也不是你能够掌握的。就像我都形容，就像一本那个护照一样，每一个人的护照也是没有办法去复制的。那我们的成长也是。这次没有基金会邀请我回来驻村的话，我可能也没有这些作品，也没有这些想法，或者是有这个机会将这种儿时的记忆把它表现出来。因为我在台北或者在巴黎的创作还是不同类型，就是真的很有别于这一次回来的创作啦。
那刚刚讲到有画石头的就这个，而且回来自己故乡呢，袂使落开呢。这项池上艺术村的计划已经3年了，池上凤珠已经是第8类来驻村的艺术家。因为凤珠是我们池上小孩啊，我们池上的真正的画家，应该是这样讲。那池上凤珠其实他离开池上非常多年，他国中就出去了。那有池上的这样的一个小孩，目前的成就，算小有成就啦，哈，应该这样讲。我们一直觉得说，池上人应该要让他来池上驻村啊。然后让池上人引以为豪，说我们池上有一位画家。老师先帮你画一个，好不好？好不好？我们先画一个。好。我们先加一个鼻子，比如说我这边给你加一个。也喺池上凤珠替拜归到家乡创作，佢请感谢故乡的土地，本其灵感，嘛对巴黎的塞纳河带归佩雅宝宝。会同故乡的人分享创作的乐趣。佩雅宝宝是我在巴黎那时候在塞纳河散步的时候想到的，因为我们池上当然最有名的就是稻米嘛。那我在想说这次活动，因为讲画画、去写生或者是讲到画图都会有一个门槛，好像会有一个难度难以去接受。那我就想说，就用简单我们小时候涂鸦的方式，就像随便拿一个圆珠笔、铅笔，你就可以随意画。台湾好基金会同池上菜地的社团，2009年开始举办秋树无村艺术节到一下，已经10年了。3年前，基金会又开始邀请艺术家来驻村，为将日文发通对池上乡民生活素质的影响再过详修。可以，也可以做人。这样子30位啊？这样有30位没有？没有。25。再接。当天准备发通，佢喺台湾好基金会池上驻村中的人员曹菊平，嘛喺池上社区第3代的经营者。20年前，佢同老公回到家乡，接受一間63年的老社區嘅世界，發現其他鋪卡就親像係李總嘅辦公室樣嘅。因為我那時候回來的時候，我就發現為什麼所有辦活動的那個報名地點都在我家。後來我就覺得有點奇怪。難道他們主辦單位不能在他那裡嗎？哦，後來終於了解，因為當年我們家書局是全年無休，所以算是池上的文化重鎮。對，有可能，對，應該要講是真的是這樣子。然後另一方面是跟遊客的連結，那只要有遊客來到池上，他很奇怪，不曉得怎麼樣，他最喜歡找的就是書局來問事情。2009年，用發展台灣潛力做中心價值的台灣好基金會，來到池上同菜地的社團討論合作的時節，當次年呢就用社區做基地。基金會來講吼，是講佢有親盡送地方啦，基本上係人的需要嘛個。好，今年本來成立的目的都係幫助呀的鄉鎮，好，尤其東部呀的偏鄉。啊，佢來接觸以後，老人討論，叫人的需要嘛個。但係想來想去講，鴉片吼文化沙漠需要嘅藝文的活動。如果說今天台灣好說，它也可以有一些表演活動可以進來。而我們是不用付費的，然後呢，我又可以不只是我自己，我也可以讓我的這邊身邊的一些朋友，或者是這裡的在地鄉親，甚至未來我的下一代，他都可以不用到台北去花錢出去，我就可以看到這些國際性的演出，為什麼不要呢？希望用日文來加強菜地的文化素質，基金會開始同地方合作，聯賽推展出國際級的表演活動，培養出池上的藝術能量。其實台灣好，他2009年來到池上，開始並沒有一定是設定只有秋收，只是因為剛好碰巧第一場活動是從秋天開始，好，那就從秋收嘛。可是其實我們有冬藏，好，然後前面有幾年都是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第一場都係2009 11月7號的秋收，稻穗音樂節。那第一場試辦了，就發現說，蠻不錯的，而且很成功。主要是我們那個場景太美了，因為那個整片的稻田哈，後來拍成這個照片也被 CNN 跟時代 Time 雜誌拿去刊登。日文發通辦了8年過後，基金會開始邀請想法相同的藝術家來駐村創作，希望打幫藝術來促村，來打造出台灣的芭比鄉。
杜董他自己本身是个收藏家，就画作的收藏家，他就提到池上这么美，好像那个法国的巴比松，他就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要把池上塑造成像法国巴比松一样？然后我们让一些艺术家进驻到这里来。那音乐活动反正办那么多年嘛，再加一个艺术村，弄个艺术村，他觉得应该会更加成。他就跟我们董事长提，董事长一听，他就很好啊，就一拍即合啊。土地同音樂藝術結合起來，唔到啲嘅池上天天呢以為改變。池上嘅農民就當啥譬如講，其他係親有氣質嘅農民，雖然係耕田呢，啥唔會土白白嘅。像我最早接觸的，就是好客樂團，像陳冠宇他們來這樣子接觸，用歌唱，用唱萬安之歌，這樣子的那種方式的，我才就覺得說，其實文化可以影響地方的那個，不管是哪一個行業，所以那種的素質，人的那種素質就被提升起來，所以就驕傲起來了。嘿，有一點。池上的人啊，都是鄉下人啊，但是我們就是在努力營造這個藝術空間文化的氣質，讓它增加。比如說，我們的農民也聽古典音樂，尤其農民在訓練的時候，我們也上這個古典音樂的講座的課，讓他們去吸收，讓他們聽。遊客中心聽得到古典音樂，火車站地背有藝術展覽的場所。經過很多年的打拼，池上在空間上嘛有個生態的改變。像我們的火車站，我們就放了古典音樂，放了很多的繪畫、書法，對，讓民眾進駐的時候他就有感受。那我們池上也有音樂館，在大坡池可以欣賞古典音樂。又有另外一個藝術館，我們在谷倉藝術館，又讓他可以看看美術繪畫的東西。池上的街路上開始有個動性格的店誒，講佢係賣東西嘅，唔當講佢係地方嘅文化內容。因為最近這幾年的觀光人潮多了以後，當然生意就好了。好了以後呢，很多人就想要開店嘛。但是呢，開店來講，他們會受到這些文化藝術的影響以後，他會想要把店裝得更漂亮一點，更有特色一點。60年的老谷倉變做係池上谷倉藝術館。那剛好有一場活動在做的當下，蔣勳老師剛好就來看學生的活動，他就看了這個空間，因為這谷倉藝術館的天花板還很漂亮，他就說：哇，這個空間如果可以成為一個什麼東西的話，好像還蠻有意思的。就一句話，從其他做基金會志工的梁正賢就將老谷倉提供出來。本來就是倉庫啊，只是把它拿出來做其他用途，否則它還是倉庫啦，這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啦。田中下本來就有個空間拿來這個利用，一下是睇池上駐村過藝術家作品就有素材可控嘅，嘛係藝術家同當地人交流嘅地方，有助於一個地方的轉型，或者說，大眾對於一些藝術或是美感或是心靈感受方面的東西的提升。因為其實我覺得池上和關山是都很好的地方，但池上這一點就做得比關山好很多。好在哪裡？池上的內涵的東西會比較多。這個區塊可以做到，我覺得至少可以讓孩子接觸到說，其實藝術它有非常多的層面，它可以讓你如果抓到一個孩子，就像鳳珠這樣，他本身就有所謂的天賦的部分，或者他覺得他自己很能夠對他自己有一個方向，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棒的。大邊嘅很多年總算係開發大致嘅，台灣好基金會對1號年開始入到小學開課教藝術，而池上嘅美學教育從小教起始，按係池上藝術村嘅基礎就會行下實貼。